过去以643楼一回头来比喻东山过台湾的凶险。不过，当时汉人为了逃避战乱甲饥荒，也是选择拼命渡过乌水沟来台湾。真侪人也因此失去性命。迄当时的人为了惊这的人变成列鬼作乱，因此发展出有印公信仰。文书工作者柯宪平历经将近2档的编撰，出版了伊的第8本《有印公庙采访录》。有一个东西上面影片到现在很多人，因为我们的学校的教里面并没有达到有印公，所以呢，很多人不晓得有印公上面甚至我请不相似呢要编的时候，我说我们宗教片要把有印公放进去，我觉得大学的教授说有印公是宗教信仰吗？好，连大学教授都不懂有印公是宗教信仰 ，OK？ 所以呢，更何况是一般。那有印公呢，它至少是一个异国信仰。它奉祀的原因呢，其实是从前代的祭地传统跟普遍的社易状况。19号伫桂林区农会举办的新册发表，现场嘛刻满了对着地方文书有兴趣的民众，详细听取新贵行者柯宪平精彩采访经历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